进前有民团发布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调查结果，发现升学的压力大、低迷社群，这两项是上主要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。为着要照顾学生的心理健康，教育部宣布要甲国教院专家学者来合作，推动社会情绪学习计划，希望培养各校老师有面对学生情绪的应对能力，打造更较健康的校园环境。现代学生压力来源真济，唔但是课业、科技的离别，嘛可能造成心理压力。根据卫福部113年度的统计，自杀一定加做青少年十大死因的第2名。联合联盟嘛做过一份调查，升学压力大、留恋社群这两项拢是上主要的原因。为着要照顾学生囡仔的心理健康，教育部和国家教育研究院拍算对114年推动社会情绪学习的计划。我们会关注成人的社会情绪智能的展现，所以不会只有聚焦在学生，所以我们会从老师的学科老师的真能，或者是导师的真能，还有我们学校领导人的这个真能的部分来开，作为一个核心的工作目标。教育部希望透过培养各校师资，互因会当理解、同理学生的想法。社会情绪学习计划培养的对象是各校到高中的老师。国教院希望老师会当结合教学内容，提供学生正面的情绪。民间团体对这项决议表示真认同，不过伊嘛烦恼安尼造成老师的负担。我觉得每个老师有具备这样的职能是我们乐见的，可是我们觉得在更专业的、进一步的配套措施之下，班导师其实是已经很辛苦了。那是不是可以有更多专业的人员去进驻到学校，让这件事情可以更好，而不是只让所有的老师做这件事情。国教院表示，未来会推动研发工具来予学校推动。民间团体认为，有专业的学者和学生互动，提供因专业的辅导，才会当真正照顾学生的心理状况。记者陈阿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